哎，亲爱的，你帮我拿一下手机，我补个口红。喂，亲爱的，喂，我是10086客服。给我吧。喂，不需要。老公，我们走吧。你电话号码多少133。那不是电信的吗？哎，美女，请问车站怎么走啊？前面左转，然后再右转。啊，谢谢谢谢啊。帅哥，这个手机是你的吗？不是我的，确定不是你的？不是我的。好。就算當天傷了心，我知我亦是無憾。